这是有东西了。这是这个，来，咱们打开它。这是一封信，一块糖，还有一块布。叮咛上是，徒儿们，你们用小刀把这块糖和这块布切割，愿它没有穷尽。割开后，让众生随便取用。凡尝过这糖和接触过这布的，都将由恶道得到解脱。我米拉日巴的3位一和时，都已得佛祖先德的加持。只要听到一次我的名字，即生正信的一切众生都能7世不投生恶道，并能记住过去7世的事。这是佛祖先德做过授记的。那些说我米拉日巴有金子的人，在他口中塞进一块不净粪。上师啊，来，我瑜伽是这3位时，一生之中一直食之不弃。它是产生2种犀利的大悲时，凡能尝到此时的众生，那投生恶鬼的大门就关闭。我这白不着火般若衣，凡穿上身或披上身的人，投生寒热地狱的门就对他关闭。得到加持的一切众生，都能摆脱3恶趣。一切与法结缘的众生，今后再不会投生恶道，并可逐步圆满得佛果。仅仅听到我的名字，就能产生净信的众生，7世都能记起足世名。何用那小包小粒散碎经？弟子们照我教训办，这样就会眼前和长远的一切事圆满完成。上师至，上师至。
多不起之间，莫拉里巴着你，你的战斗的点，地理在天日上。的地那有你拉妈妈把点点落地只把马里嘎些着比用松。当你这点秋。